今日咧，我哋好開心請到施永青先生咧嚟到我哋嘅節目，同我哋講解一下關於北都嘅發展啊！你好，歡迎啊！歡迎，大家好。係啊，我今日好難得有呢個機會可以面對面同施生傾偈啦，去問你問題啦。唔係好難得嘅，隨時都得嘅。係啦，好開心。咁其實咧，我都有睇過你關於北都之前嘅唔同嘅訪問啦。其實你都有提到話，其實而家發展商對於參與北都樂呢個項目咧係有少少 hesitation 嘅，有少少猶豫嘅。可能佢哋資金上面啊，或者係佢哋嘅唔同嘅 planning 啊 ，long term planning 都唔係即係特別充裕啊。佢哋嘅資金，你點睇咧喺呢一方面？北都咧係一個比較龐大嘅長遠規劃嚟嘅，所以政府亦都喺推出嘅時候咧，唔係淨係考慮邊一段時間發展商興致大啲，邊一段時間興致細啲，佢係因應香港嘅長遠需要去定嘅。但係啱啱推出呢段時間咧，正值咧就美國又加息啦，香港房地產嘅市場回落啦，發展商現有手上嘅樓盤賣得唔好啦，資金回籠得好慢啦，所以喺呢種情況下咧，佢哋係比較保守嘅，即係政府開研討會或者要佢哋表下意向佢哋都會表示支持嘅但係如果呢一刻要真金白銀攞錢出嚟去開展一啲佢哋唔熟悉嘅項目咧，佢哋就會猶豫嘅當然北都好大嘅，有啲地方佢哋以前都有投資過，有經驗亦都如果價錢合適嘅，我相信都有發展商會實際落達嘅不過就之前就市道唔好，所以佢哋就會保守啲。最近咧，住宅市場嘅市道係改善得比較多嘅，即係緩慢嘅復甦期咧已經告一個階段㗎啦。踏入2026年咧，我相信住宅嘅樓價咧係會升得步伐會大一啲嘅喺咁嘅情況下咧，對北都嘅發展應該係有利嘅。因為之前咧發展商忙於清理自己手上啲樓盤對於新嘅土地咧，佢哋唔算好積極去入地，咁所以政府都暫停商業用地嘅供應住宅用地佢哋都賣慢咗嘅，咁我相信2026年之後咧，發展商恢復買地嘅意欲咧會增加嘅，咁呢種增加就會對北都嘅土地揾唔揾到買家咧有積極嘅作用嘅。咁我之前咧就見即係市場反應咧，就都建議政府咧就喺地價上要願意蝕底啲啦尤其你如果係想發展商肩負多一啲基建或者環保方面嘅責任嘅話咧，咁你地價嘅犧牲就會多啲啦。但係地價賣得太低咧，喺市道啱啱好轉嘅時候咧，就會起破壞作用嘅。因為普通即係小市民未必了解話呢塊地究竟幾多係地價，幾多係即係環保嘅安排基建嘅責任或者係一啲社區發展上嘅一啲設施都要
即係投地嘅發展商去肩負嘅。咁佢分唔清邊啲係地價嘅部分，邊啲係額外承擔責任嘅部分，就哇塊地賣咁平嘅，咁起嘅作用咧就未必好啦。咁啊，所以我就覺得佢係可以將一啲環保嘅責任啊、基建嘅設施啊、社區一啲設施嘅提供啊，呢啲分開嚟計嚇，或者有啲時候即係政府出住先咯，因為其實你叫發展商起，發展商都喺地價嗰度扣咗你噶啦嘛嚇，所以不如地價還地價嚇，額外嘅建設需要咧就分開嚟俾，或者係政府自己俾咗先，咁樣咧就一個咧成交價咧就會好睇啲嚇，同埋發展商係會願意投入多啲咯。你頭先講到啦，即係市道嘅好壞係會好影響發展商嘅參與意欲。咁除咗市道嘅一個因素咧，仲有啲咩係你覺得係好重要嘅因素會影響佢哋究竟參唔參與咧？市道當然係最重要嘅，市道就反映佢嘅投資嘅前景啊，有冇錢賺就睇個房地產市道啊。當然某一啲角度嚟講，發展商都係對香港有一定嘅承擔先啱嘅嚇。佢喺香港發展地產咁多年，賺咗咁多錢，攞翻啲出嚟貢獻下都係應該嘅嚇。咁但係對商人嚟講咧，我覺得動之以利可以好過俾太多責任佢嚇，即係俾太多責任佢嚇親佢噶嘛，佢唔慣噶嘛嚇。即係社會主義國家就要講社會責任多啲。香港而家都講社會責任，但係講嘅程度有唔同嚇。咁我覺得就呢啲高嘅要求咧，就最好就等有要求嘅發展商主動去承擔啦嚇。如果你話當交稅咁要每個人都去承擔，咁就未必符合香港嘅社會情況嘅嚇。即係一般喺香港嚟講，發展商就話我交咗稅就係做咗社會責任嘅啦嘛。明白。咁如果你話係其他嗰啲我頭先講，其實你要佢孭咗呢啲，佢喺第二度扣翻你嘅。即係譬如佢喺地價就俾佢就會出少啲㗎啦。咁你唔想佢地價出得太少，你咪將兩樣嘢分開咯。都係計翻勻條數啫。係啊，係啊。咁我哋而家講緊北部都會區，其實係一個片區開發嘅模式啦。政府都提出，咁其實片區開發就係即係投咗一塊地翻嚟，咁你裡面嘅產業啊、所有嘅配套啊，無論起樓啊，都係即係私人企業自己搞掂㗎咯。咁喺呢一方面，其實香港嘅發展商有冇相關嘅經驗咧，或者係夠唔夠咧？大啲嘅片區，純粹係以面積去計咧，佢哋以前都做過啲大啲嘅片區，譬如太古城就一個相對大嘅片區啦，入邊有商場啊，有寫字樓啊，當然主要係住宅啦，係有停車場啊。咁呢類型嘅性質咧，佢哋就都有一定嘅經驗嘅嚇。譬如你沙田第一城啊，都好多座樓，有好多個單位嘅嚇。咁以前美孚啊嗰啲，但係呢啲片區咧，政府喺撥地俾佢嘅時候，都會有一啲城市規劃嘅準則俾咗佢嘅。即係我相信喺北都政府都有佢嘅初步規劃嘅，不過就一啲細緻嘅安排咧，可以俾
發展商自己去做。呢種情況咧喺內地係相對普通嘅，即係好多因為一啲城市發展嘅時候，城市周邊嘅地方啊，好多都仲係原本唔係市區嚟噶嘛，所以佢可以一大片一大片咁撥出嚟，當一個小市鎮咁樣去發展。咁入邊嘅基建啊、設施啊、各種民生嘅需要啊，都係由攞到塊地嘅發展商去全面構思嘅。咁呢方面咧就要發展商有咁上下實力嚇。如果唔係咧，佢未必夠膽去承擔。咁呢方面香港應該經驗唔算太豐富嚇，最好咧就喺市道興旺發展商蠢蠢欲試嘅時候咁亦都要社會配合。我記得西九西九都係一個好大嘅片區，不過係以文化藝術為主導嘅片區。咁最初都有諗住俾發展商去成個區一齊去發展嘅，但係嗰陣時呢個概念出咗嚟之後，社會有好多唔同嘅聲音出嚟啊！有啲人話：哇！政府將咁好嘅地俾咗發展商，益咗地產霸權，做咩要俾佢哋主導一切啊？梗係政府攞翻嚟聽下市民意見，聽下團體意見咁所以就要做呢樣嘢嘅時候咧，去到具體落實嘅時候咧，都可以有不同意見出嚟嘅。所以政府應該話俾市民聽，政府都有一個初步嘅構思，有一啲基本嘅要求，會喺個片區嗰度已經定咗落嚟㗎啦。發展商係有個大框架規定下作一啲細緻嘅具體嘅靈活調配嘅啫即係萬變都可能離不開其中先至得嘅。咁但係而家其實就政府都未有好多細緻嘅方案，只係有咁嘅構思。可以嘗試下嘅但係之前譬如喺嗰個西九嘅時候，都會社會上有啲聲音，哇咁樣咪俾啲巨型嘅大發展商有優勢，益晒佢哋，俾佢辣晒嘅喎。嗰陣時有句説話咩叫得西九得天下？哇，咁誇張啊！即係你攞到呢個片區，你就有壟斷性嘅地位啊嘛！你成個片區都係你發展入邊嘅設施啊、構想啊，你一手腳定出嚟，咁你就喺嗰個價格上嗰個主導性就會強啲咯。有啲人可能唔係好想俾商界有咁嘅壟斷能力。咁至於商界玩唔玩咧即係應該係野心大即係野心大，可能有中國人嚟講就有啲負面，有啲貶義啦。但係實際上你可以話佢有魄力有雄心壯志嘅，咁佢就會試下想做啲大型啲項目嘅。咁
咁如果我哋講緊而家係產業推動啦，我哋香港嘅發展商其實即係我哋都講緊，佢哋可能內部都要轉型啦，即係唔單止淨係發展一個地產，唔係淨係起樓嘅，唔係淨係做商場嘅，佢哋都想發展一啲可能生物科技或者係新興嘅一啲唔同嘅科技、太空經濟嗰啲啦。咁其實佢哋喺呢個咁樣產業佈局裏面，佢喺產業推動呢一方面可以參與嘅程度，你覺得有幾高咧？即係因為除咗係你話緊頭先講緊太古城啦，咁太古城都係起樓啫嘛。但係北部都會區我哋唔係淨係想起樓啊嘛，我哋想有一個新嘅產業，香港嘅新嘅經濟動力。呢啲咧喺香港咧都係新嘗試嚟嘅嚇。地產商咧雖然都係喺各種做生意人之中，佢勇於冒風險㗎啦。因為地產發展一做就3-5年起碼㗎嘛，所以佢都係有長遠打算啊，亦都願意去貸款啊。即係你時間越長，你嗰段時間出現嘅變數越多，係相對有風險嘅。但係要你頭先哇太空科技啊、AI 啊、創科啊，各式各樣嘅嘢咧，佢哋未必真係咁熟悉嘅。咁而家嘅發展商啊，基本上都第二代㗎啦，係有啲已經第3代添啦嚇。咁同第一代嘅發展商相比咧，我相信跟住嗰啲咧就會着重首頁嚇，要穩陣嚇。咁睇下有冇啲新嘅發展商會出到嚟咯。咁你自己咧，你有冇話即係自己公司內部有發展新嘅產業啊？我公司咧，即係除咗做房地產代理之外，都陸續有接觸下啲新嘅行業。因為你做生意，你喺個市場上不斷地會接觸到唔同嘅生意人，佢哋可能有啲樣嗰樣嘅新嘅諗法，想同你合作。我哋都有做啲新嘅項目嘅，不過我都屬於年紀開始大嘅嗰批啦嚇。咁嗰個動力梗係冇年輕嘅時候咁強啦，呢個在所難免嘅。但係我對新嘅業務都係蠢蠢欲試嘅。同埋交俾下一代、新一代繼續去，要佢交俾佢啊！對佢嚟講，可能變成一個包袱添，梗係要佢自動自覺先得嘅。明白。咁你頭先講到咧，如果係想即係政府係應該做一個主導，做一個大規模嘅一個 planning， 係一個規劃。咁跟住之後咧，啲基建同埋一啲基礎設施就係即係政府主導啦，做咗佢啦，幫發展商去分擔啲。咁但係即係除咗呢一個可以增加即係刺激到唔同公司、私人企業嘅參與意欲之外啦，你覺得仲有啲咩可以即係短中長期有啲咩政策可以做到嘅咧？即係喺批地嘅時候保留一定嘅靈活性嚇。咁係令到發展商比較願意去嘗試嘅。譬如喺完成嘅日期譬如市好，你可以俾佢展延一段時間可以起住一部分先，留一部分將來市道好返先至起。咁即係佢有靈活性咧，佢就夠膽去試咯嚇。呢個係規劃上嘅靈活性。另外咧係交費方面嘅靈活性啦。香港好早之前咧就有分期付款買地嘅，拉尾出現咗啲爛尾樓啊，或者即係發展中途
嘅危機啊，咁政府先至要一次過俾晒啲地價。咁我見內地嗰啲大嗰啲片區發展呢，好多都係唔使一次過俾地價嘅，一路發展賺到錢一路再俾亦都可以喺個計價方面呢，有一定嘅靈活性嘅。咁所以我覺得就政府肯同發展商多啲接觸，多啲商量，咁發展商就自然會提出呢樣嗰樣符合佢哋嘅需要嘅要求。因為有一段時間政府同商界接觸係少咗嘅，因為即係社會上有聲音成日話你哋官商勾結所以啲官員呢，連見下商界食餐飯佢都驚嘅咁但係大家都喺同一個社會入邊做嘢，梗係要有接觸，要有交流先至可以為香港做到更加多嘅有益嘅事啊嘛。所以我覺得就加強接觸了解對方所需，咁政府推出嚟嗰啲規劃措施就會容易落實啲咯。咁未來啦，北部都會區其實都會提供好多嘅住屋，咁俾到香港呢個市場啦。咁你覺得對於樓市嘅影響會有幾大呢？你自己睇，即係喺一個即係可能10年、20年嘅一個時間線裏面睇。香港呢，其實就住屋係唔足夠嘅以香港人嘅即係人均生產值佢哋係負擔得起更寬敞嘅居所更加設備齊全嘅住屋嘅只不過咧之前地價過高，佢或者供應不足，先造成香港人嘅居住環境比同一等次嘅發展嘅水平嘅社會係差嘅。即係人哋又係發展到呢個水平，我哋又發展到呢個水平。譬如喺廣州為例咁一般廣州人住屋企都大過香港人嘅。咁我就唔信香港人嘅生產力會差過廣州好多。咁點解呢？因為人哋嘅地價低啊嘛，香港嘅地價高啊嘛。我哋除咗俾建築費，仲要俾地價啊嘛。所以多啲土地供應呢，係有利於將嗰個樓價壓落嚟嘅。但係香港呢，就已經喺高地價嘅環境太耐啦無論政府嘅財政來源商界嘅運作模式市民儲存財富嘅模式都同高地價息息相關。你如果突然間將地價壓落嚟呢，我哋會出現生態大災難嘅咁所以唔可以話盲目咁喺短期入邊將樓價壓落嚟，係會出事嘅。咁所以我基本上係贊成有序地增加供應，令到香港人嘅居住面積居住環境都可以逐步改善，但係需要有秩序地睇住其他受影響嘅地方，唔會帶嚟太大嘅衝擊，咁樣去增加呢就會好啲。如果唔係，又會演悲劇嘅。97之後咪樓價跌咗好多嘅，跌咗7成。咁但係嗰陣時唔係皆大歡喜嘅喎，個個都要返政府出嚟救市嘅喎。咁你做咩呢頭近低企，嗰頭又救翻佢咁你不如即係有序地、緩緩地去調整
平穩地發展。平穩地發展係啦。咁但係你覺得年輕人買樓嘅希望有冇高到呢？即係佢供應多咗，平穩地發展。年輕人應該係充滿希望噶嘛，年輕人都冇希望，呢個社會就冇前途噶啦嚇。咁而家香港年輕人有機會受教育嚇，亦都香港經濟有中國做後盾嚇，嚟緊都係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啊，喺國際上扮演一定角色嘅時候，咁香港係應該有機會分到一杯羹嘅。咁你有咁好嘅大環境嚇，咁年青人應該係有希望先啱嘅。你覺得喺北部都會區裏邊公營房屋同埋私營咧，佢嘅比例分佈應該係點啊？嗱，香港之前咧係一窩蜂增加公營房屋個比例嘅，當時嘅政治環境咧，令到啲議員啲名嘴都係想為基層發聲，覺得為基層發聲咧先至係啱嘅，所以個個都話做咩唔起公屋啊？好似發展私人樓宇係有原罪咁樣嘅嚇。咁但實際上香港係行資本主義社會啊嘛，改善生活應該透過個人努力去改善。如果起公屋，等於起集體宿舍一樣，搞公社制咩嚇？咁所以我自己咧就覺得香港人應該香港嘅發展方向應該係越嚟越多人住私樓，唔係越嚟越多人住公屋噶嘛。越嚟越多人住公屋代表咩咧？我哋嘅命運唔係掌握喺我哋個人手上，而係要睇政府嘅房屋政策而係由一啲政客所把持，唔係好事嚟噶嘛。即係最好個社會就個人有能力自己透過自己嘅努力去改變命運。你又中意住遠啲住大啲，佢又中意住近啲，交通方便啲，各有選擇啊嘛。就唔好一定由房委會定咗標準，人均最低居住面積係8.5，咁個個都係8.5，咁冇乜幸福感嘅，最多有公平感嘅。所以即係頭先你有講到話香港樓價要平穩發展啦，咁跟住之後即係而家其實都可能你講緊話700，即係日出康城啲新樓，我諗都700萬左右啦。咁但係如果作為一個年輕人，其實佢可能一個月人工啱啱出到嚟2萬蚊，其實買唔起㗎喎。你一嚟要住日出康城，我第一間樓都係喺觀塘200零尺嘅啫，一廳一房咯我人高6尺幾，我張床都唔夠6尺，兩邊頂頭嘅啫。我嗰陣時咁但係你買咗之後，隔一個時期工作改善收入增加，你咪換咯。你可以買間二手嘅先嘅啫嘛，有上車盤咁一級級嚟啊！你可以買間大同新村嗰啲，咪200-300萬都有咯。明白。咁你覺得喺未來啦，我哋講緊話基建先行，咁跟住之後，其實而家都起咗好多唔同嘅地鐵站。如果而家要投資，我普通市民想投資落去北部都會區嘅發展，你覺得邊一度升值會升得最快？或者係我而家要買樓啦，洪水橋會唔會係最好嘅投資方向？投資者
就唔關我事啦。佢想賺錢，佢要靠佢嘅眼光，我教佢教錯咗，仲俾佢鬧鬼添。所以我就好難而家呢一刻就話俾你哋聽，邊度抵買有啲地方即係位置好啲，交通方便啲，佢樓價自然會貴啲啦有啲偏遠啲佢就會平啲啦。咁香港係一個資訊好發達嘅社會，市場透明度又高，咁越係咁嘅地方咧，越會少遺留未被發現嘅寶藏嘅所以好難話邊度值得投資，都係要自己去要自己要做功夫咯當然有時咧就你如果睇得準啲市未開始喐你就睇到，你咪把握到嘅時機咯咁週期性嘅時機相對把握到嘅機會會多過區域性被忽略嘅筍盤咯通常一手市場經過發展商計過條數咧，都好難特別筍噶啦二手市場先至會有個別業主一時未察覺賣錯咗自己層樓。明白。好，我最後一條問題啦，我想請教下施生，你想象中嘅北部都會區發展藍圖係點樣嘅咧？即係你想象中你想見到香港嘅未來嘅北部都會區係咩？我當然想睇到香港除咗做金融服務即係香港喺創新科技方面都帶嚟新嘅動力咁我希望睇到香港嘅下一代唔使成日要去零售業餐飲業嗰度揾工啦，嗰啲俾外勞做啦我哋就喺一啲高增值嘅行業入邊揾到職位。咁呢個除咗要香港有咁嘅行業之外，亦都有香港年青人有志氣咯。唔好成日諗下點樣申請公屋，咁你先有志氣噶嘛。你成日諗住睇下有咩政策可以揾着數，咁你嘅生活好唔得去邊咁。明白，大膽啲，我哋寄予年輕人多啲努力，多啲去發掘唔同嘅機會。年輕人其實自己都有動力㗎啦，應該就唔需要俾佢哋太多支援嘅。好多謝施生今日嚟到我哋嘅節目，Thank you，多謝你嘅時間。